國家文化和旅遊部公布第6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名單，其中澳門嘅飛文基同羅勝忠入選。佢哋對於入選非遺代表性傳承人感覺榮幸，表示日後將會不忘初心，做好非遺保育同傳承嘅工作，同時期望加入更多嘅新血，令到本澳非物質文化遺產得以薪火相傳。土生土語話劇喺2021年列入第5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係澳門具有地方特色嘅傳統戲劇。通過話劇將土生土語呢種多語言混雜、多語言結構嘅特點，以喜劇嘅形式進行表達同埋傳播，深受市民大眾喜愛。飛文基係澳門土生土語話劇社創始人兼團長，同時擔任編劇以及導演。飛文基話：成為國家級非遺項目代表性傳承人後，將會不忘初心，繼續創作新劇作，亦期望加入更多新血，將土生土語話劇打造成聯繫內地以及葡語系國家嘅橋梁，讓更多人認識澳門故事。唔係話一定要大灣區嘅，或者可以超越咗呢個大灣區，去到呢個上海啊，或者係北京啊咁樣，俾到佢哋認識到，原來澳門有呢樣嘢比較咁特別嘅。我哋嗰個土生話嘅個作用喺邊度咧？橋梁，又係做翻個橋梁啦。咁啊，亦都可以諗得到，要去得到葡國啊，不如去其他地方嘅，總之係有呢個土生葡人社群嘅咁。土地信作係澳門華人社群重要嘅傳統民族活動，喺2021年列入第5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係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喺澳門一脈相承嘅重要體現。而每年嘅農曆2月初2舉辦嘅土地爺爺寶誕，更係澳門富有地區特色同影響力嘅節慶活動。雀仔園福德祠土地廟值理會會長羅勝忠負責統籌舉辦每年雀仔園土地誕系列活動，積極傳播弘揚土地信俗文化。羅勝忠話：現時值理會有20幾名年輕人參與土地廟活動策劃、拍攝、設計等嘅工作，期望以廟宇文化同文創產品相融合，吸引年輕人參與信俗活動。呢就係同文創相關嘅機構合作。咁啊，現在有嘅咧，有啲食嘅、用嘅、玩嘅，佢哋會製作一啲活動，例如呢幾年嘅神香啦、電影嘅拍攝啦，以及嗰個食品嘅製作啦、工藝品嘅製作啦、吉祥物嘅製作啦，佢哋都係集中喺呢一方面。至於祭祀嘅傳統嘅祭祀方式啊，佢哋都係慢慢跟咯，慢慢學咯。文化局話2名申報者獲入選認定，反映佢哋對本澳國家級非遺項目嘅保護同傳承工作獲得肯定。目前本澳共有9人入選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文化局將會持續鼓勵同支持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開展傳承及推廣活動，適時提供以及搭建更多展示平台，鼓勵傳承人培養後繼人才，並將繼續推薦更多符合條件嘅本地非遺項目以及傳承人參與國家級嘅申報，提升本澳非遺項目嘅認受性同保護力度。澳廣視記者李嘉報道。